终于赢了，真难对付。这下袁师兄可就步入神通了。只有你，居然还有余力！区区这种程度就想了结本太子？真当那阴阳万寿丹乃是如此廉价之物吗？看剑！可恶，心神已经无法集中了。你们也就到此为止了。差不多是时候了，让你们见识下红尘魔宗真正的实力！好大的吸力！怎么回事？沙贝的魔环居然被吸出来了！不好，我早有耳闻，这红尘魔宗可以操纵亡魂。难道这些虾兵蟹将一开始就……不错，所以你们这帮蝼蚁，从一开始就在本太子的鼓掌之中。怎么会这样？何从一开始就没有胜算了吗？速速撤离此处！方寒，有师兄的指令，快走！插翅难逃，为你们刀下的亡魂陪葬！我御阴雷！